今日嘅合作强厉行，对推天女万线嘅竹洞叉站出发。列草山上唔系匆匆嘅玩叉嘅素材，系一只适合表面脚谱，用每时改建嘅故事，慢慢嘅来认识嘅写作。找寻线行业竹洞种容市场，是把人杂摊呢调走就闹热起来，抢菜果子干货熟食，韩国两片改片嘅照付上，穷下表出竹洞情有生命力嘅日常风景。是照做得地客家板条、米推木、菜包，然系水晶角度投入行。目见签每日嘅名店，天然燃气老油葱向行，地市场度坐下来时，正系千瓦圈四种嘅方式。食饱过后，让人市场顺嘅路街巷慢慢的散步。去了路招牌老来买菜嘅人，本人看到客装，唔系保存起来嘅布景，系当日很容易生发嘅素材。冬照过后，又转市场顺，很日碗板条，添加行客家小菜。很香嘅肉葱，清爽嘅板条，老朴素嘅配菜，唔是华丽嘅摆盘，就做得老竹洞嘅性格讲到当清楚。下就是竹洞临床建筑圈。竹洞市系台湾早期林业嘅重要商镇，铁土、木材、老山里产业，未侵蚀影响地方嘅发展老居民嘅记忆。列下简单竹洞林业展示馆所采嘅历史建筑很草整理。不过临床建筑圈已有新嘅林业探索展，参观之前要记得查官方公告，将唔会拄到临时休馆。行业展窗做得对人才辅查制裁工作老生态保育，了解竹洞样板对林业开发影响荣耀。你也唔单淨係上去偷白，咪係重新思考人老山那關係嘅機會。接下來係竹洞文創藝術村聊聊啊，有空間度有地方創作，公益老後生人嘅行動，傳統冇天才偷白，係啲新嘅設計老交流度，生出冇強容嘅面貌。你們進到車站偷錢，做得買一份客家美食，然係菜體點心進屋下。列擺行場唔是決定就前到景點，市場嘅香氣、木造建築嘅工人、老街坊嘅年輕，就係前後嘅紀念品。竹洞四里行，建議早上9點之前到市場，下晝安排臨床建築圈、老藝術村全場用行路嘅方式，昨日送後行嘅海，未通臨時發現嘅4點嘅溜到時間。里行唔停錯愛行到動人。湊一半女萬線火車，來竹洞是一串唐日團故事。講幾期學會就做得地偏上嘅街路途，拄到一座正式有獎嘅客家寫狀。